玫瑰經之榮福五端，作者邵偉亮執事。玫瑰經係讓我哋藉着誦念玫瑰經，默想救恩嘅奧蹟。玫瑰經嘅內容根據主耶穌嘅救恩史，依次序如下：歡喜、光明、痛苦與榮福各五端。下邊係玫瑰經其中榮福五端嘅反思。榮福一端，耶穌復活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而事實上，死亡的確為人生帶來一個消極嘅結局。世上一切美好嘅人事物將會畫上句號。可幸嘅是，主耶穌基督嘅肉身復活，確實已經戰勝咗死亡，使我哋能夠克服對死亡嘅恐懼。主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嘅事實，更加向信佢嘅人保證，人將會永遠不死，並且能夠分享天堂永生嘅福樂。對於跟隨主耶穌基督嘅我哋嚟講，呢一個真係一個極大嘅喜訊。榮福二端，耶穌升天。耶穌升天唔單單係佢個人嘅榮耀，更係俾相信佢嘅人一個堅實嘅保證，將來佢哋都可以同樣獲升天嘅福樂，並且可以與天主永遠幸福咁樣相聚於天家，一個充滿仁愛、喜樂同埋和平嘅世界，一個充滿真善美嘅世界，一個再冇罪惡、痛苦、死亡同埋哀愁嘅世界。事實上，主耶穌基督透過佢嘅死亡、復活同埋升天，俾我哋肯定咗天堂係真實嘅存在。死亡並唔係生命嘅終結，而係更好嘅開始。死亡係永生嘅踏腳石，因此基督徒應該身在塵世，心繫天鄉。榮福三端，聖神降臨。生活嘅壓力會使我哋感到害怕、無助，但係若果藉着聖神嘅降臨，我哋可以獲得佢所賜予我哋嘅恩寵同埋力量，使我哋變得更堅強，變得更有能力去跨越人生嘅種種挑戰同埋考驗。聖神降臨發生喺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嘅第一個五旬節，當時門徒聚集喺一起，聖神以火舌嘅形象降臨喺佢哋身上，使佢哋從軟弱、恐懼之中轉變為剛強、勇敢咁樣宣揚福音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基督徒嘅生活同埋行事，不單單係靠自己嘅能力，而係靠聖神嘅助力。榮福四端，聖母升天。聖母嘅靈魂同埋肉身一齊升天，呢個不單係佢個人嘅特殊恩寵，更係天主向每一位追隨者展現一個強而有力嘅預象。愛天主嘅人必然會獲得最大嘅賞報，就係獲享天堂嘅福樂。聖母瑪利亞所獲得嘅係圓滿嘅救贖。瑪利亞因着與耶穌嘅完美結合，不單靈魂免於兇惡，佢嘅肉身亦都蒙受特恩，直接分享咗復活嘅光榮。呢個預示咗所有信徒最終嘅命運。喺末日，我哋都可以獲得復活嘅光榮身體。聖母喺升天之後，仍然不斷喺世人面前顯示自己，展示佢作為我哋慈母嘅關懷備至。聖母升天有鼓勵我哋輕看塵世短暫嘅苦難，嚮往天上家鄉嘅意義。榮福五端，天主光榮聖母。
天主立聖母為天地母王同埋世人嘅主保，揭示出聖母呢一位天上嘅慈母同我哋緊密嘅關係。佢除咗係我哋天上嘅母親，亦都係我哋嘅中保。意思就係佢會為我哋靈魂同埋肉身嘅一切需要向天主轉求。我哋應該以最大嘅孝愛之情向呢一位天上嘅母親祈禱，特別係誦念玫瑰經。每日誦念玫瑰經，能夠讓我哋整日感到平靜，就好似聖母瑪利亞就喺自己身邊，為我哋同惡事抗衡。當你默想每一端玫瑰經嘅奧蹟嘅時候，聖母隨同主耶穌基督會賜予你一啲啟發，使你能夠更加意識到天主嘅存在。玫瑰經祈禱並唔能夠消除你生活中嘅苦難，但係佢確實畀咗你一個強大嘅武器嚟對抗苦難。